澳洲地形世界的疫情有摊开的趋势，动保团体即马当地替因治疗，也毋过当地政府是去放风，拢无去斗相共。动保职工摕药剂管第二只叫做霍普的地形后壁，当伊遇到一块大石头下面，职工就趁机会往伊身上喷药水，因为霍普感染界线，这种由假升糖引起的皮肤病，若无治疗，伊可能会伫几个月内因为吊上皮肤严重脱毛，也是空气感染，所以来出现体重降重症状，甚至可能会死亡。Very slow and painful death. So it will, in 100% of cases, wipe them out. Especially if you let it run rampant. 目前界线疫情主要伫澳洲东南部地形分布的地区流行，为着抢救有可能安尼未绝的地形，除了互因定期喷药，动保团体也阁想出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伫地形受的洞口放会当掀的铁棒，顶面放药水，当地形处理的时阵，破出来药水都会沿着因阿妈棍流到脚趾片，达到治疗的目的。The reason why we do the flap system is because it's quite contagious. So if you have one sick wombat in a population, then they can spread it to the other wombats in the colony. 动保团体表示，无论是逐礼拜直接投药，也是利用铁棒现药法间接治疗，拢爱大量人力和物力。前者爱继续进行5礼拜，后者爱继续15礼拜才会当看到具体疗效。麻烦的是，同一只地形可能中伏感染，双方被测追踪的霍普今年已经是第3年接受治疗。动保团体烦恼地形的界线疫情，若无法度有效控制，也可能传播其他的家庭动物。The biosecurity issue. Oh, look, at the end of the day, mange affects most mammals within Australia, and it also affect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Like, it affects cows, it affects horses, it affects the farm dog, your family dog. 澳洲新南威尔斯县过去2年间，捌提出280万澳币的界线防治计划，也毋过动保团体即期资源无用伫对的所在，主张抢救地形，需要更较侪直接的研究甲投入。公司新闻站回应报道。